台湾法国嘅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是伫1795年时成立的，成立到今已经有230年的历史啊。伫学校内底有甲100多种语言，咱台语嘛是其中的一种，是由台湾的老师刘典国伫遐开课的。伊是希望透过台湾的文化、台湾的语言，互外国人来了解台湾。今仔日是几号？Voilà, ça nous permet d'entendre comme c'est le premier temps et le 7e temps. D'accord? Encore une fois, 3, 4. 老师透过音乐关键音的概念来讲，互法国学生了解台语声调。法国音乐国成立到今已经有230年的历史，真侪外交官拢是对这毕业。自从2020年刘典国伫这正式开台语课，也进一步带动法国的学生对台湾有兴趣，甚至到台湾读册。这门课嘛，互伫咧法国大汉的台湾囡仔有学台语的所在。Et il nous apprend aussi quelques phrases qu'on peut utiliser une fois qu'on sera à Taïwan, comme dire que quelque chose est trop cher ou que tu t'appelles comment. Ce sont des phrases qu'on pourra utiliser et que j'utiliserai la prochaine fois que j'irai à Taïwan. 除了和爸爸妈妈会当讲台语，我嘛无会晓讲台语的朋友，所以我真欢喜会当伫老师的课讲台语。另外，刘典国嘛表示，为着要争取台湾伫国际发声的空间，伊伫音乐国进一步成立台湾学研究。伊认为这嘛是一种民间外交，希望促进外国人对台湾的了解，来突破咱伫咧国际上的困境。老实讲，其实因对台湾的了解真正真少吼，这嘛是普遍伫法国的一个问题啦。会当开台湾学，甲东语其实开始做合作，渐渐，因为我嘛是透过语言的课、文化的课，甲这个活动。其实，互无共款、无了解台湾的同事，会当知影讲，原来台湾是安尼哦。伫咧法国巴黎，用台语来做生活化的对话练习，嘛用文化互学生了解台湾。伫咧音乐国已经带尾第5年的刘典国老师，希望伫咧这个所在，透过台湾的语言、文化也个历史，伫遮点指，互愈侪人了解台湾。以上是记者卢尚如、林晓凯伫咧巴黎的采访报道。